大家好啊！今日就嚟到11月6號，就星期二嚟嘅。星期四就見到指數方面嘅話咧，今日就係突破上去啦。而你好今日 A 股方面嘅話咧，就繼續突破啊！你好今日就2628都係繼續突破啦，所以就係咯，我就短期方面嘅話咧，都係繼續睇好咧嗰啲低 beta 股份嘅。至於如果嗱科網股方面嘅話咧，我自己咧就唔會搏啦，因為始終咧其實如果睇翻嘅話咧，26,500點嗰個阻力咧都係偏大嘅。而其實我呢幾日都有講到啦，個市數方面都係比較分化。而如果比較翻嘅話咧，其實恒指咧係明顯咧係跑贏科指嘅。而你好咧，其實科指方面好多隻科技股啊都係比較落後嘅，所以如果大家係腳炒好倉嘅話咧，都係腳留意住啦，就係隻2628啦。你個呢半個月啊，都係講隻2628嘅，或者咧，如果大家唔中意2628嘅話咧，都係可以繼續留意住388啦。始終咧，其實你好呢排成交方面嘅話咧，都係比較大嘅。而其實如果港股係繼續行牛市，而我自己就覺得港股咧，其實嚟緊咧係去到23,000，即係3萬點機會都係比較大。而如果港股真係升到去3萬點嘅話咧，其實到時咧即係388咧一定係會利好嘅，因為咧其實你港股牛市嘅話，自然成交就會破新高啊！你好今日咧成交咧都有2300億嘅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嚟緊咧，其實成交咧有機會係會進一步上升嘅。加上咧，如果嚟緊咧係有多咗 IPO 落嚟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到時咧係會大幅利好就388，同埋我琴日條片都講咗啦，摩根士丹利 CEO 都有講到啦，嚟緊咧有機會咧係亞洲地區成個Asia region 係有機會咧係會有多咗 IPO 係過嚟嘅。而到時如果即係引咗一筆嗰啲錢過嚟嘅話咧，流通性會強咗好多。而到時港股咧成個即係香港嘅呢個市場，呢個金融市場咧有機會咧係會有一個增長嘅情況嘅。而係咯，隻388咧係直接係利好嘅，所以就388方面嘅話啦，我自己咧都係局持有住嘅。美股方面嘅話啦，主要最睇好嗰隻咧都係隻 MGM 啦。你好，琴晚咧就都冇乜特別啊！你好之前咧落到去29蚊嗰個位置咧係應該係捉咗底嘅。而其實廿九蚊呢啲位置嘅話咧，我自己就話咧應該唔會繼續穿落去嘅。而大機會率咧短期咧係見到呢個底部位咧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呢隻咧係之後咧係會慢慢價值回歸嘅。不過其實買呢隻咧，大家一定要係有耐性咧。而其實你買呢隻係預咗係賺快錢咧，你係唔適合買呢隻嘅。而係咯，買呢隻嘅話一定要係有耐性啦，同埋咧大家咧一定要係識得捱價。而係咯，買咗呢隻啊要預咗啊短期係會回調嘅。而我自己好多時候買呢啲股票咧係有心理準備咧，呢啲股份咧係會進一步跌多30%至50%嘅。而其實如果你冇呢個心理準備嘅話咧，其實你係唔適合持有呢啲股份嘅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咧，其實係咯，你逢係價值投資嘅話咧，你都係一定要即係接受到呢個嘅波動啦。而最緊要嘅嘢咧就係一定要有耐性啊。而係咯，就其實你冇耐性嘅話咧，你真係特別呢啲價值股啊，其實呢啲唔同嗰啲科網股，即係你科網股肯衝，好似之前嗰啲稀土股啊，或者最近嗰啲科網股啊咧，你只要肯衝嘅話咧，其實你一定係賺到錢啊。不過其實你啲 MGM 你一定要有信心啊，同埋咧你一定要有耐性啦。而唔好預咗係唔好預咗啲股份係賺快錢啦。而預咗如果個市就算係升咗去突破上去嘅話咧，要預咗啊，有心理準備，唔好預咗啦。其實你要有心理準備呢隻咧，有機會係會跑輸嘅大市嘅。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其實你有耐性嘅話，呢隻咧係雙倍機會都係比較大啦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係咯，都係可以繼續持有住呢隻嘅。係咯，都冇乜特別啦。就呢排嚟嚟去都係講嗰隻股份啦。而係咯，就幾個以上都唔係投資建議啦，就意見之中參考嘅。大家睇完消化好先做任何操作或者部署啦。就投資就涉及風險啦，任何收益或者損失對本人無關嘅。好啦，就講到差唔多，拜。